是综艺群阿 Q 妹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的节目。今日节目地都爱同大家小姐嘛个喏，大家也下底后当到后生人，可能家都有当高的学历，韩国去上班以后有当高的薪水，不过家都也都都无的咧。伊也就转到乡下，转到本地的故乡，伊也就可能转到也到农村去重新发展伊也的事业，为农村有新的想法、新的目标用的素材。今日节目里头爱同大家小姐係伊也就係兩公婆，伊也就轉到苗栗太湖鴉片，伊也就創辦了已經按到乜嘅反清復明聯盟，個一下都已經民國了呢，所以我反乜嘅清復乜嘅明，家家來分享伊也就。首先来欢迎淑荣，欢迎你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感谢淑荣，我来自苗栗大湖，那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参加客家电视台的福气来了。欢迎你，韩国那个咧系你嘅凯汉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凯汉，我来自苗栗太湖，今日当欢喜来上客家电视台嘅节目。谢谢。欢迎两位来到你节目现场。古时候一开始就会同大家小姐，也都按到反清复明，不过也系民国哎，也系乜嘅意思啊？我们不是反那个清复那个明哦，反是返乡青年的意思，就返乡的返，青年的青。那富呢是富有的富，人民的民。那为什么叫反清复明呢？跟韦小宝没有关系。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年轻人回到自己的故乡之后，可以用新的想法、新的做法跟思维来改变他的故乡，让这个故乡可以变得更好，变得更富庶。因为现在乡村的地方人口外移、人口老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。那我们希望青年回乡之后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气象，所以我们把联盟的名字叫做反清复明。对，因为很多农村的年轻力外流，因为要跟外流的问题，可能农村就是纯粹都是只有老人家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老人的照顾问题在农村，就你们所看到，是不是其实也非常的？也是非常的普遍。对，因为其实年轻人都外流了，然后我们常常就是看到马路上是外劳推着老人家在晒太阳。那我觉得这样子。其实年轻人在外也不放心，所以青年返乡，他第一个立刻可以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年长者的照顾问题，也就是我们的长照问题。对，所以除了有这个长照年长者的问题之外，青年要返乡是不是这么容易？没按简单，因为你看啊，其他的地都市可能有当好的薪水，青菜可能3万，如果转到乡下，可能就冇按好的薪水。故说啲农村要创造一只较好的本地的生发的一个新的价值，用嘅来创造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？农村价值的创造。我知道吼，我就转去乡下吼。其实唔係喺都弄會帶唔下嘢，我哋去看到機會打轉來。因為我按樣講，因為也喺生活環境啊，嗬，越來越唔好咩。空氣都市咩唔好，空氣唔好，水咩唔好。以後輕貴嘅嘛東西，又係強烈嘅水，好嘅空氣。咁我就去轉去看到。機會吼，我哋想哦，我太湖吼有當好嘅環境跟好水，個農產品、吃婆嘅啊，馬水果啊，全部當好咩？還是講我哋想創意可能係一隻當好嘅機會，嗰種我哋想哦，冇轉來太湖來從事我哋想做嘅事情。真嘅，韓國我知道太湖苗栗，因為阿權妹眼尾係苗栗人嘅，苗栗公幹人，我哋喺啲苗栗後有當到當珍貴嘅你客家嘅文化嘅價值，也都係當到做得去發展，做得去本大家看到嘅農村嘅價值，錯冇？冇錯。嗰時候剛下凱漢有講到，本大喺啲都市唔係講唔下去，係因為看到農村有價嘅價值，嗰時候這樣真啦，我就想來問一個問題啊，你頭擺係做乜嘅行業嘅？我不講係做苗栗以前同傳統嘅產業都陶瓷產業，做飛嘅嚇，咁我哋依度中國材料，
有工厂都会做肥的生意，过慢慢的我哋到全世界以推广以行销，不过搭埋坐飞机，以太了家吼，心度我有想吼，唉，那就可以赚无？想家了。我想啊想，哎，泰府应该没有机飞啊，怎么全部后生人要坐飞机出去的？佢卖人赚了土老人家，卖人大家农村的价值吼，可以来展现出来。过去年俺就咬下有一些机会，吼，俺就知道可能时间到了，差不多俺要转来，讲留俺老太多太了一下，吼，去对看工厂，讲俺就先转来，希望可以创造无共样的价值。跟苏荣哦，苏荣你本来係怎樣嘅一條路？我就老愛老公鄉下，係啊，古時候條白空嘅，蠻耐，全世界蠻耐走去處理一條肥嘅條路、肥嘅細條。不過，還有人會想到講，真經想要轉到苗栗，韓國又想到講，要用樣嘅方式，把人農村嘅價值提升起來。係用講好嘅啦，然後我爸以前係做製材所嘅，以前我爸吼都是讀書嘅啊，佢叫讀書嘅省飯咩，過10多年前苗栗有隻動態風災，那里風災，其實那里風災時候，當我看製材所啊，打到槍槍，真特嘅，哇！過我爸知道，唉，辛苦，過要吐我婆佢是動路嘅。我想按摩的刷頭，摩梳起就好誒。反正態度很有生意，很有飯好生誒。佢梳起了，佢梳起來，佢咩想哦回饋那個社會啦。佢又想吼，佢以前差不多30年前㗎吼，蒙爆性肝炎。嗰個時候我去帶天書嘅去原住民啦，與泰安鄉嘅山吼，長個牛樟古裝的風氣色。佢又知道吼，迄無愛用喺度種樹嘅好嘅。哦，就對呀種想法想到講，頭擺倒睇動到樹嘅，不過亞下重新來開始種樹嘅。開始種樹嘅。哦，古時候係用樹嘅種樹嘅亞種方式來幫農村嘅價值再個提升起來。係啊，其實哦，一開始咩冇想咁多啦，有想種馬樹嘅好嘅，迄冇想到種牛種樹好嘅。佢當下去太湖嘅山鄉，開始。也種樹的一個契機啦，佢種了10年以後，有前幾年嘅哈，會發現我是知道樹的有鬼片的，有成林的，我又發覺係咪可以與那幾批轉來發展一張，我就會牛樟園區啊。牛樟園區，不過也隻牛樟啊、牛樟樹，我老佢重新富裕起來。看到富裕兩張是看起來易簡單，不過實際上要做起來應該冇咁簡單。也係也譬如看到也係乜嘅牛樟的種子。牛樟的種子，古時候一般你太搞會種樹誒，可能係去買樹苗，韓國買有樹苗，就是真的不卡會還好種，因為它穩定了。唔過人家就係用，我就係一開始要從頭開始做啦。我嗰個要以林務局啊，大家技術發展來一個復苗的技術啊。古時候我講係一條龍7甲育苗，全部7甲種。哇，跟人家就用會提供，這個牛樟樹我用來育苗，它育苗的時節會唔會有動到較難照顧的情形？基本上也育苗的技術，做台灣來講，唔免講青島人唔會啦。佢有打種子的樹嘅，唔免青島人有。佢樣我就想，既然有機會，多一隻技術，可能係一隻機會，我就要大家技術，以那林務局買一隻技術，買用育苗的技術，買到7甲的好起來。原來係咁嘅，韓國家下其實有講到啊，也係牛樟樹，唔過佢慢慢地轉做一隻觀光休閒農場嘅一種方式來經營。韓國係唔係其實係頭一咧，喺台灣的休閒農場係用牛樟樹來做你們主要的種植的作物的。因為第一啦。去台灣的話，應該冇一隻休閒農場係全部用牛樟樹為主題的休閒農場。咁我哋咪希望吼，要休閒農場以後會有
视听教室啊、生态教室啊，本一条高中、高小的小朋友哈，认识台湾的牛樟树，迄上农样的，迄无影搭摆电视上谈到砍伐啊、稻林啊，全部迄牛樟树啊，也用迄无三芒的大树的种上去，用咧下一台。就可能看唔到诶。韩国其实我哋节目开始以前啊，我同凯汉聊天，佢有同我讲，其实呀牛樟树啊，係喺你台灣長有嘅哦，樟科的樹全世界都有，唔講牛樟樹一種品種係台灣長有嘅。故說牛樟樹生來有含有按到乜嘅故事呢？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同大家來分享。分享真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來自你苗栗太湖嘅反清復明聯盟。其實唔係真正係反清復明嘅激進分子，其實係希望大家轉到農村，轉到布卡來重新創造一農村加出嚟一群後生人。剛才有講到，其實用一牛樟樹來做一觀光的休閒的農場，韓國一隻農場佢唔單槍提供了觀光同休閒，其實當中有係乜嘅生態教育，對不對？對，那是怎麼樣的提供生態教育的方法？生態教育哈，我哋希望講，來也台灣土石流當多嘛，用山坡地保育當重要。種馬樹嘅真好，種牛樟樹真好。你用嚟講？因為牛樟樹係台灣嘅特有種啊，它有種適合到台灣用種植嘛。講我哋種下樹嘅種咗10多年哈，我哋冇用除草劑，全部用人工去除草啊。過一10年以內哈，我哋發現講，我哋每片草一土壤哈當鬆。用嚟講，每片草會本土壤較鬆。因為佢會有葉嘅樹葉會有腐殖層嘛，哈，腐殖層又會清好嘅養分，我又冇用化學肥料，全部用天然嘅肥料，一賦予啊牛樟樹嘛，嗰當到小動物啊，像係園區裏邊有捉過野兔，野兔，細細隻嘅，哇，好可愛啊！還有個食蛇龜。食蛇龜是什麼？我糖都冇糖過。食蛇龜就是台灣一種陸生種類的烏龜。哇！還有老鷹很多。前幾天我們還發現了陸蟹，還有陸蟹。哇，就像 Andy 相片很看到的，就是野兔，好可愛哦。哇，嗰時候有按到一條生態就表示，你看用一種冇用除草劑的方式，本土地自然的生長，一隻奶唔單槍較鬆的，因為它鬆的奶對種植來講係當重要的，佢嘅水同養分全部就做得入到奶到土本出不來吸收，對不對？韓國環境又變好了，你看又有野豹，又有陸龜，還有陸蟹，還有野兔，哇，有一條。這些是生態鏈裡面很頂端的一些動植物了，就表示這整個環境是圓滿的，是豐富的。對。故說假使講要在生態農場做對拿來做教育的話，它可以給小朋友，或者是給不管是小朋友還是大朋友，他也做得好多東西。冇錯。對。而家就計劃要講哈，同埋喺度休閒農場園區地邊哈，係有一種樹屋的規劃。樹屋。好，我希望可以喺度就近的觀察樹林裏邊嘅生態嘛。錯。我哋會種當到客家的植物。比如說小毛油啊、小毛啊。牛樟其實咩屬於客家的當傳統的一隻樹種。以前其實客家人用當到牛樟哈拿來看神像啊，做這位做到嘅，那它其實係一隻當好嘅家具材料啦。公園就希望講，同喺個園區以後會有當到嘅客家嘅麥草啊，客家嘅香茅啊，還有當到客家嘅植物嘅應用，以後哈來復興一下台山縣順豐嘅客家文化，個客家植物係一條以前。前批哈，日本嘅今後嘅價值啦，講我哋會發展當到屬於客家植物嘅體驗出來。哇！
哇，真嘅係咧，懂完整嘅休閒生態農場哦。韓國有看到阿權妹呀哈，頭前有動到比動到穩麼？先來同大家講一下好了。呀係乜嘅？呀係茶，乜嘅茶？嗰啲牛種茶。牛種茶，韓國佢係牛種嘅樹葉嘅。嘿。樹葉嘅做嘅茶，像呀我頭前呀隻牛種嘅樹葉嘅。對，那是樹葉做的牛種茶。樹葉做的茶，好，我來是看下牛種樹嘅樹葉嘅有乜嘅意思？哇，呀，東雄呢？它有一種，就是有一種，我覺得有一種像是精油的味道，對不對？就是牛樟葉本身的香味，那它不像一般的茶葉香氣有這麼重，它是淡淡的清香，然後微甜的那種味道。對，給我一些的甜甜。古時候也係愛燒味來泡，也係講其實冷泡也可以。冷泡泡較久，滾水來泡較夾。滾水泡較夾。因為冷泡也不用可能不用前一日安補，不用來天一的時候用冷泡。哦，我泡一年就做泡冷泡。韓國另外還有一碗也係牛樟雞湯。牛樟雞湯就是用牛樟茶去煮的雞湯，那它可以把雞的甜味整個帶出來。哇呀，就像加牛樟茶聽聽嘿，就是沒有再加其他的，沒有鹽巴跟雞而已，沒有鹽巴，可是喝起來很鮮甜呢。它就是會把雞肉的鮮甜味整個拉出來。哇呀，真嘅唔是鹽就做得，因為頭擺啊，可能我不加煮湯，就會愛加酒漿，唔是加鹽。不過呀，唔是加鹽，沒冇相關，因為有加嘅這個牛樟葉的茶包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韓國有那個一種只覺得很跳痛的，看到呀比呀，可能太沒會撈到黑茶，因為它的顏色就是很像茶的顏色。唔過啊，請淑蓉來跟大家解答一下，生的呀比黑乜嘅？呀比黑牛種呀比咖比。牛種呀比黑咖比，有沒有很跳痛？把牛樟同呀咖比結合到共下，阿佢冇有下來試看啊？哇，也冇咖比的風味，不過都會那個一種的清香，因為呀，它懂得咖比有很多什麼果香味啊，還有什麼堅果香味啊，就是有花香味啊，就是有夠懂米些口味的咖比呀，就會牛種口味的咖比也從。我們在研發這一款咖啡的時候，我們那時候就來討論說，到底是要牛樟茶的味道重一點呢，還是咖啡的味道重一點？那後來就是調配出了現在這個口感，就是剛剛好。對，它沒有咖啡的苦味，然後又可以帶出牛樟茶原本的甘甜味。係呢，我知道因為有懂你可能講嘅咖比嘅富的米稀，所以就必須要加可能牛奶啊、加糖啊。不過呀，唔是，呀就是一種清香。它其實喝起來，我知道像米稀它沖的為茶的米稀，就是咖啡茶的感覺。對。所以它的咖啡因含量應該也是比較低一點，對不對？對。古早可能大家會講說咖比裡面飲啊，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濃厚的選擇，而且係一種新的口味。對。哦，真嘅。多了一個新的選擇。韓國順空看到雅哈很多，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，對不對？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叫做找到理想。哦，它就是這樣子蓋上去。對，那我們到時候裝盒的時候，它就是這樣子蓋上去。哦，它叫找到理想，請到理想。但是其實它裡面的內容物是跟裡面的內容物有關係。跟裡面內容有關。對，比如說那這是一個百寶箱的概念，那我們希望就是幫農民做推廣，所以這個紅棗是公館的紅棗。哦，對，公館的紅棗稻這個是西湖的有機米，搶稻米。稻米啊，鼓手是找到，然後這個是梨，這個是紅藜米。紅藜米哦，那響就是這個箱子。哇，好有意義哦！鼓手，這個箱子、這個禮盒所有的元素，就是找到理想，都在名字上面，你都看到了。好，再跟同大家講一下，公館應該是公館小農的紅棗。對，這是公館小農的紅棗。那今年因為受到寒害的關係，那紅棗的產量非常的少。對，那台灣也只有公館這個地方有在產紅棗。我們超。對，那我們希望把好的東西推廣給更多的人知道。
鼓手啊呀一鬼族哎，你都找到理想，他应该要怎么？你知道我拿回家之后，我有米，我有红枣，我有红梨，有等你对红梨呀的作物其实是很陌生的，我要怎么料理这些东西？这是拿来吃的嘛？这都是吃的，对。红梨其实是我们台湾早期先民很经常在种的作物，那现在比较少，现在开始在做富裕。那其实这3样都是很养生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有机米。那我们在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3个都加在一起，就变成了像这个，对，叫找到理想饭。找到理想饭。有看到吗？东江，因为它有这个红枣，这不是桂圆哦，乍看之下很像桂圆，但其实它是凤枣。韩国这个红梨其实是藜麦这一类，它是藜麦的一种，很健康的一种食物。它有谷物类的营养，可是其实它没有谷物类的热量，它其实是植物，对不对？对。古早亚东西老翻落去了，它是 DGI 食品，对身体动好有贡献呢。对，超猛好，阿 Q 莫压来吃。哇，因为其实有一些人会讲藜麦的味道，可是红梨我觉得它的味道是很淡的，它的味道很淡，对，而且再加上了红枣，对，它会盖掉一点点的味道，是甜甜的米饭，韩国带偏东有东江，细神东江有冇？好，有看到冇？也得转到故乡，转到农村的后生人家的按油想法，按油创意，作为按到当油创意的商品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有谈家的故事。真都復起來嘅節目，我係做一群阿權妹，今日節目啲都愛同大家小嘅反清復明聯盟哦。咁阿權妹收到其他條嘅禮盒，我都找到理想。哦，也就反正而係，咁他雖然係廣告後，阿權妹最係係稻米的香味，真係收到肚子都搖誒。韓國啊，咁他那個稻米嘅名誒，懂 TPA 給很多強稻米，就是小偷，不是那個強盜哦，他是董強的稻米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它叫強稻米呢？它是我们现任的苗栗青友联谊会的会长张志杰先生，他在苗栗西湖所种的米。那它为什么会叫强稻米呢？因为它是做有机的。那有机的因为不能用除草剂，所以它的稻田里面就长了很多的杂草。那有一次啊，他的客人来到他的田里面，看到就说：“哎，你的田里面这么多杂草，你的米还长得这么好，你这个稻子很强哦。”所以他就取的名字叫做强稻米。哇，鼓手就按呢，很多强稻米。韩国要让米设起来啊，吃到同一般的米设起来，口感有一些类不同样。为什么？这个叫做仙稻，一个禾一个山的那个仙稻。那我们台湾人现在常吃的叫做梗稻，对，比较黏 Q 的那一种。对，那梗稻其实是日本人当初来台湾的时候带进来的稻米品种。那台湾在日本人来之前，我们都是吃仙稻。仙稻是从本来是哪一个地方来的？它其实是中国，就是郑成功那个时代，从东南就是华南的沿岸带进来的。对，那会口感会比较像是东南亚在吃的那种比较长米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就像泰国色类那种，就是虽然是咖喱饭，但是那咖喱饭是粒粒分明的那种米。对，古说亚美黑各种粒粒分明的米的品种。哇，这是起来有嘛该同黏的米不一样的。它很适合我们现在都市人吃哦。怎么说？因为它热量很低，那膳食纤维很高，又好消化。对，那很多都市的女生会说，你吃米会胖。那是因为梗稻对我们台湾人的体质来说，它是比较不好消化的那种品种。对，那仙稻的话，因为它热量低，膳食纤维高，又好消化，所以你吃完之后，你吃饱了，但是其实你的热量是没有摄取到这么多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DGI 的饮食。对，没有错。对，所以找到梨都讲完了，那我们的想不要看某款几枪黑一张东简单的熊哎听听哦，其实它也大有来头，对不对？是，它也是我们返乡青年菊二代的作品。菊二代中感妹，比中感妹。
总感觉用会按会当下木熊他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。对，那这个木箱其实是从他们家，因为他们家种柑橘。那柑橘的话，农民都会有柑橘箱，也是用木头钉的。对，那他有一次就想说，这个柑橘箱能不能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造型出现？所以他后来就想了一个这样子，这个尺寸大小的礼盒。对，那这是一个从柑橘箱发想而来的产品。哇，鼓手找到理想，它唔单枪有你美丽懂得菜地的农产品，也係台灣菜地的農產品以外，其實還有懂得同農民相關的故事，對不對？它其實背後是有文化意涵的。對，那說到這個，其實你行年青蔥絲就是做我們的大宋。这我们的大宋，所以其实我听说还有用因为这个节省的观念，这我们的大宋的观念还发展出懂得的文创商品。对，我们有做了好几款的文创商品，那我们叫它叫做废材变黄金。废材变黄金，为什么是废材呢？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现在牛樟树森林里面每年固定要修枝，那修下来的枝条，我们想说烧掉。或者是拿去做肥料都太可惜了，它是牛樟树对，那我们想说，那应该可以来做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创作，所以我们就这边有看到有三款的文创商品，那疫情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牛樟笔，这是用我们牛樟树修下来的枝干，然后我们请朋友帮我们车成笔的形状，然后做成笔这样。哇呀，很精致哎！这看起来就是在那个台北东泰书店嘛，然后会卖懂多钱哎，很精致，而且这个拿出来，整个就是觉得很有气质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韩国出的呀，必赢哎，黑配还有呀，这是一个挂饰。对，那好可爱哦。那我们上面看到那个有树枝的那一节，其实也是我们修下来的枝干。这也是牛樟树。对，这也是牛樟树。哇。对。然后我们下面就是用现成的一些杉板啊，然后把它做成像一个挂饰这样子。对，那您可以自己在上面写下你想要写的话。对，那它也可以变成像是一个像许愿的东西这样子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亚苏维州的东西就是有一种淳朴质朴的手感，对不对？所以会让人很喜欢。对。然后还有接下来是这个我也很喜欢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请凯汉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我这个东西叫做支持。支持，因为后面有一个。对，你把它拿起来。对，它这个是我们修枝下来的树枝做的东西。那我们针对一些议题啊，那就想要对方跟我们回想的时候，我们会拿这个东西去送给他。比如说我们会支持什么老年长照啊，或者是返乡青年的一些议题啊。那这个支持啊，我们会用手拿着给他，就是用手持着。给他就叫支持嘛。如何持给我？持给你，一般我们在送给我们想要他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给他，我们会这样送给他，请他支持我们。支持。然后在支持的背后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东西。对。这对我们青年返乡或者是一些我们在社会上打拼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要坚持。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坚持。我们的支持。你们就是大家的对我们的支持是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。不管是在任何岗位上，比如说我台风天看到很多电力公司的，他们也很辛苦啊。那我们要支持他们。我们的支持就是他们就会坚持下去。那青年返乡也是这样子，我们的坚持来自于大家的支持。我想来稍微问一下凯汉，你转到不卡，转到农村，你知道转到农村青难的事情係乜嘅？青难的事情啊，青难的事情还是长辈的眼光，长辈的眼光，社区青年的认同啊。因为我就不止专于成立联盟，我就当年中亚的台府有办青年论坛，我就都也台府办的七八个青年论坛，都台湾的客家乡村来讲
英国母语腔啊，就爱用当当嘅，按音整，对，按音整盘，讲啊就对盘的时候，那就一开始想，今日盘论坛啊，大家就分享成功经验，应该我当到后生人来哇，结果唔咩呢？哈？这不是反清复明都是青年才对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在地嘅老人家吼，一到接着来吼，有时候谈到我们流氓的。啊！有講，然後用我來嘅阿孫咧吼，喺唱嘢就係用轉來以後，就可以轉到故鄉嚟聽書，用個有幾好嘅事情咯。喺全部可以轉來嘅話吼，幾有資源嘅。真嘅。故說我哋辦論壇吼，係慶祝嘅一樣像唔係後生人。係送一批嘅概念。送一批，慶祝也係改變送一批嘅概念。改變概念係認同嘅吼，其他我係人來嘅，嘅孫咧，嚟揀到嗌到青年組織。還有親情的呼喚，對不對？哎，轉到屋企來照顧老人家，來聽書屋企嘅事呢。唔是講，唔可以一條後生嘅全部轉來，一定咪過當好啊。真嘅。故所以一定唔是講啊，轉來哪怕。又黑又甜啊，又一條後生以為，叫我人聽書，叫我嚟打邊，咩人一陣上下太負，一種叫下嚟分掉嚟努力。對，其實真嘅後生人愛轉到屋企冇按過，不過假使你看有一種想法，有一種堅持。然後大家老人嘅支持，武康人老人嘅支持，大家就會轉到武康就會真正會發展出一條新嘅路。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咪同阿強妹同樣，阿強妹來自農村，故說大家咪愛支持農村，支持反清復明。什麼嘢都叫每人來到節目現場，謝謝。謝謝。咪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停欣賞好好做運動。